公事，何准送狗王？为国为民，令人马争辩难听。启禀元帅，张太师有公文到来，元帅请看。臣上来。是。陆安州节度使陆登，前者上本据臣，到今邦有吞并宋氏之意，请朝中派兵增防，圣上有余，至上恩德不予四害，以宽大为怀，忍让为本。陆安州兵卒3000，其数已多，不用派兵增防，若当身体身材，身体身材。
太子万言不知，统领全国人马蜂拥而来，一路烧杀掠抢，看看直奔陆安。抬了山去。这才是甘心示弱，总比当团。造了金榜，有吞并宋氏之意，使我连上数本，亲民增兵，怎奈枝上日落，朝中昏庸，不予派兵。如今吾知新兵前来，相trợ乱州，乃中原屏障，怎奈兵未将挂，难以御敌。倘若有事，干系莫大，再若大本进京，也是枉费徒劳。哎呀，中军过来。在速速派人去至两郎关，韩世忠元帅那里搬兵求救，不得有误，快去快去！遵命。张焕听令，四路征集粮草，军前听用，陈洪听令，在吩咐大小三军全身披挂，随本帅驰骋，引体而成。好。前来的干事无耻，无耻！我朝素以邦交和睦为本，而不该行无名之事，侵我疆土，让我百姓。干事欺我宋氏，无人能儿。元帅，看你个军魂沉勇，肩托重朝，一股相劝，归顺国家，得了宋氏天下，不是封侯之位呀！儿是人口。
上一心时光往往滚不下场。是了，此臣已归国家长，困了半路难飞翔。
适才亲至汉室中，前往陆安送信的赵德胜，得了密信，我与郎知定下一计，乔装改扮，前去炸水路灯，由他持兵一鼓歼之，就此前往。因有路灯持奸臣，要是伏兵将他起。我军将士惊慌而回，我军将士奋勇杀色，无一退却，只是伤亡甚重，击打万军。元帅，我军粮草一竭，将士空腹而战，亟待粮草。我已派人前去求兵增粮，待等兵粮一到，里应外合，冲出城去，换教之天下不留。元帅粮草被劫，张焕真的王，来看，遵命。组织将草归集城。
所以待压逼。我等杀出城去，与樊某以死相拼。众位将军，粮草虽然被劫，尔等不可自乱。有道是将乱兵散，无有援军冲出城去，必定是兵死城破。为今之计，只可固守城池，等待援军。开城！我人叫我臣。两郎官韩元帅所差下士人求见陆元帅。两国交战，何夜之间，怎能与他开城？叫他乘竹篮而上，叫他乘竹篮而上。这就是罗元帅。参见元帅。下士人，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名叫赵德胜，心在帅府，就在帅府。就在帅府。可知你家老爷是何出身？我家老爷乃是京府出身。既是京府，如何做到两郎宗正？当年大战郭岳时，屡建奇功，因此亲命宗正两郎。他旗下几位公子？两位公子，大公子韩尚德，二公子韩延之，夫人姓氏，梁氏夫人，官居何职？吴郡督府。是何出身？不敢言讲。是在哪里？现在身旁。臣上来。
何几日，不曾宰杀牛羊，并未宰杀牛羊，哪里来的山位？这哦，先前儿被反目，将我欺瞒赵德胜，有你既就在帅府，可知你家老爷何年何月何日的生辰？哎呀，且知是我一时粗心，未曾问得明白。哎呀，这将哦，齐元帅，我家老爷的生辰嘛，乃是7月14。你待怎讲？不，是8月15。胆大的狗反目，真正大胆。若不将真情话不断尽了残，来，胆大反目，竟敢假扮赵德胜前来进诈，将了真情便罢，若不然，将儿随时万能断。将路灯啊，路灯，人称小之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既已被你识破，也罢，我们就开天窗说亮话。我军节日粮草，断日救兵，劝尔等快快献城归降。我家郎侄俱可饶而不死。对，既被我元帅识破，还敢大言不惭，我看了你这个王八日的！且慢，他既被我识破，还敢口出狂言，定非小卒之辈呀！我来问你，儿在金邦官居何职？通上名来。俺乃大金邦护国军师哈密赤。哈密赤，儿好大胆！问儿长乐吧，中原今唐不须是此军亲本帅一动，要问儿名来。看下人头，我臣们看。且慢！啊，元帅，你若放我回去，我定全是浪子退兵，今生今世么，永不犯中原。儿死到临头，还身归迹呀！我今杀你，有日鸡犬之事，无人与吾之报信也罢。我今放儿回去，对那无
复制演讲，是就是陆安臣只有抗金的英雄，无有怕死的叔辈，叫他快来攻城，我自有刀剑引他。多谢元帅，多谢元帅。且慢。为了日后而再进中原，有人认得于你。如今将你的鼻孔割下，以为应记你日后。元帅来舍不得，割去鼻孔元帅饶命，下城楼舍不得呀！众位将军，元帅，如今陆安城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就是已成死地。哈密赤此去，吾知必来攻城。那时节，就是我等为国尽忠的时节到了。我等愿随元帅与愤怒一死相拼。好，陈洪听令，在小谕全城的民民，能战则战，不能战者多云。郭沫雷时做好准备，迎接反侧。
你我之仆一同逃走。姨娘啊，趁迟一破，老爷必定尽忠，我当尽节。只是此子乃路是根苗，望日娘保护此子，逃至城去，抚养成人，日后也好替我夫妻报仇。日娘请上，受我一拜。看你是泪满垂地，忙不如家后代根。一抱此子去逃命，让他陈年也不愿起。寡不敌忠臣实现，得兵相逼为福天，满城杀身，目光一片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啊！夫人，夫人，速速归降，赵儿不死。要按归降，是非日出西方之。想也要想，不想也要不想。宁死不降。夫人，你来看。啊！你若不降，就将你子粉身碎骨。
陆老先生，故应天顺民，先师王道，你若归降不家，定教你儿不如蛇蝎，横死豺狼，将蒙鲁安百姓，内守疆土，外祸友邦。尔等行虎狼之事，侵我疆土，烧我城池，掠我妻女，杀我百姓。如今我夫人已死，有子被持，此国仇家恨，俺与你不共戴天。文龙啊，我的儿啊，儿不要啼哭，不要埋怨为父。儿不满3月，为国尽忠，亦不愧大丈夫。我儿慢心，为父我先去了。路人，你若一死，固定要杀上汴京，生擒儿身。你今一死，孤还有何汉儿在呀？恨不得是儿之放下我心头之恨。小刘，大家给我看得来！哎呀！路灯正太竭力之事一个让等，喂，尔等须当效仿路灯，将他子报上来。老先生，你死之后，故乡此次再回北国，全当无子抚养，你就定了么？了我吧。
心中心大风火爆，抗金秋为国图，同名虎豹。雄气堂堂冠斗牛，欲将之计报君仇。展翅忘我换车驾，不问登台还虎豹。本帅岳鹏去，大宋微臣可恨无知15年前献汴京扶儿神，今有新兵前来，本帅统兵据地，严城一战，杀得那无知，望风而逃，败退知县城。我想知县城乃汴京屏障，无知必定拼死据守，为此本帅此去征集粮草，整顿人马，准备与他在知县城会战。臣乃是一战扫平知县城，夺取中原，收汴京。传令记得战。自将敌人。等一下，命你等征集粮草怎么样了？请元帅，粮草俱已征集，现已压制大营。好，如今我军兵精粮足，正好与金人会战，这冲将官。知县城去战。
天界去是海，门徒在牛皮上，我先有文怀。寒山一寒月家军难，不记着安排。启禀郎之，今有岳飞正气粮草，中必兵将，杀奔知县镇来了。哦，什么？那岳满子他杀来了吗？这个是啊，人。请问岳家军用兵交战，倘若会战不能取胜，日何是好？为今之计，只可回到本国，搬请文龙殿下，方能挡住宋国。唯恐阵前有变，殿下年幼，严加防范，了然无事。军情紧急，只好日子参军铁令，在速回北国，调文龙殿下前来助战，快去快去！得令。哎呀！唯恐养虎终为患，日日担心，夜情。
一战，而替精锐待计，劝你快快退出中原，归从儿身还朝。日若不然，叫你偏家不保了。元帅，严城一战，国中奸计。今日会战之先阵，定要与你决一胜负。一派胡言，休走看条。上。我可是来了，来了。岳为父而杀。
车轮战法，擒他，抓来，不可伤他性命。
全凭我儿双枪勇。哪怕总是破万我儿疆场骁勇，杀得宋军望风而逃，怎不叫为父我欢心呐？若不是岳飞马快，孩儿定能将他生擒。那个自然。父王，那岳飞坚守不屈，如何是好？不妨待等铁浮屠到此，定叫宋军化为齑粉。好，派岳家军一破，我军便可直捣临安，灭却南朝。我儿征战老法，速速歇息去吧。为父也好，料理军务去了。宋父王。今日在两军阵前，那些宋军不知进退，被毛一枪一过。姑娘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殿下，老身今日有话要对你讲。今日征战老法，有话改日再讲。不，我一定要讲，改日再讲。我一定要讲。今天靠我一人，安息不好，如何对敌？日娘你老糊涂了啊！公子啊，自家英雄心，谁知是不忠不孝。
将军哪里知道，那陆文龙并非今人，他就是当年陆安州陆登之杀他全家，本帅焉能再灭忠良之后？人色所负，理应杀之。当年城破之时，此子未满3月，他家的仇恨，他是何以知晓？众将听令，各归营盘，小心防守。有本帅相为您战。我不免去之后营，与王所献帝商议收复陆文龙之事，臣乃是但愿苍天随国愿，妙计收复陆文龙。天不知我大宋也。
王座，自投宋以来，从功未立。今若死得一计，诈降反逆，顺势怒恩龙来降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，名垂千古？爱情千分花，对我龙心事分得明。千言思道，后留下。好日上岸，观看无尽。钱塘后汉，汉时为吕苏，一国顺强不过，一国忠信不改，真乃中年有别言。汉室中为声名不正，曾记得那苏一篇，但能心。东周列国志，要离断臂，此情何计？要离断臂，此情何计？呀，此之想那要离断臂，此事公子情急，乃大
丈夫所为，我王佐何不学他一学，以报岳大哥知遇之恩也。断一心颇有之良留下了美恩，万代传扬。我王说说要我哩，万应去将军请来。那世间只说得恩同难忍。
将此事行下至岳元帅帐下，不得有误。快去，快去！遵命。看天色不早，我不免诈向反营去者。王祖，你为顾家守两口了，就4名夫人儿，从今后各营之中任意行走，将被害之事施于官营知道。谢郎知。血海仇不能报，有心似分。连日来只等我，做我不依。这几天到反营，问恰问怎能够与他人行这短的？来此一时，陆文龙的营盘，待我偷取偷取。看大帐有一老妇人，莫非就是小贩们讲的日娘？待我看看她的动静。啊！帐外是哪个在此窥探？哦，莫非是奸细么？小贩与我拿下了。啊，老太太，莫要高声，是我呀。你是何人？我就是南朝残废人，被郎知此名苦人儿的，就是我呀。哦，你就是南朝降将王佐，被郎知此名苦人儿的，就是你么？正是。到此何时？哦，
与殿下请安来了。殿下不在帐中，请问老太太的尊称呢？我乃殿下日娘。哦，怎么你就是日娘太太？夫人儿请安了。不必多礼。啊，老太太，听你讲话不像是北国人呐、我本不是北国人，哦，哪里人士？湖广潭州人士。哦，怎么老太太是湖广潭州人么？正是。哎呀呀，巧得很，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呢、哦，你也是湖广潭州人么？正是。哎呀呀，巧得很巧得很呐、这才是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来来来，我们重见一礼。是啊，理当重见一礼。啊，老太太，你我既是同乡，可随我进帐看看殿下保障的护卫。既是同乡，看看何妨？随我进来。是。哎呀，好威风啊，好威风！啊，老太太，你是怎样来到北国的呀？时来话长，以往之事替他作甚。是啊，老太太如今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这以往之事么，还替他侧身呢？哎呀，且知听公子言道，这个苦人儿无知早就疑心，他乃是诈降。若果真如此，我只仆回乡有望了。我自有道理。啊，苦人儿啊，你是几时离开潭州的呀？怎么老太太也思念家乡了么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是啊，有道是水流千草归大海，是高不长也归根。我是春日离开潭州的。哦，你是春日离开潭州的？正是。哦，家乡可好啊？五谷丰登，百姓安乐。江南日近，沧海桑田，军民称贤。那岳家军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军纪严正，从不扰民。岳飞事中事奸，青天欲知家海的尽了。如此说来，家乡好，家乡好，岳家军好，岳家军好，岳飞也好，岳飞甚好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背诵来降？哎呀，老太太，你好厉害呀！夫人儿，你好胆大呀！你三番
三两次大谈南朝消息，莫非对郎之怀有二心？王座，你道那郎之他待你如何？他早就疑心你乃是诈降，如今他收留于你，不过是吹响而吊金鳌。适才你这一番言语，真将你的真情道破。我不告发于你也就是了，怎么反倒我怀有二心？好，你我二人去见郎之，看看哪个怀有二心。日娘太太，娘太太，娘太太，我王座今番前来，实是自断尊卑，受岳元帅所差。为的是向文龙使命情仇，要他幡然梦醒，回转南朝，以来报他父母的深仇大恨。二来也好，战败金秋，直到黄龙引亲，儿身还朝。往日娘太太年在也是南朝人士，宗族宗庙也在潭州，万万不可。相知今人若得如此，满说是王座就是九泉之下的路灯元帅，罗老夫人也干你的大恩大德。王将军，殿下回应。那些个王爷聘掌门，这个请我吃酒，那个叫我是平时今日特地前来与殿下请安。怎么你还会是平时吗？我一肚子的平时啊。哎呀，好，随我进帐试试。是。掌门，殿下回来了。娘，这个苦人儿会是平时，我们一起听诗吧。好，我们一起听诗。苦人儿见过日娘太太。这就是日娘太太，苦人儿请安了。罢了，听殿下言道，你会是？我一肚子的平时啊。如此甚好啊！殿下赐他个座位吧。原有他的座位。殿下在此，哪有苦人儿？自己人，甭客气，坐。谢殿下。日娘请坐。
下文武中间爱听哪个？小王即我自然，我好。我们殿下喜的是忠臣，恨的是奸党。好，待我说上一段花柳思乡的故事，可好啊？花柳思乡的故事可热闹？不热闹。啊，夫人儿，你要讲个热闹的才好啊！哦，这热闹的嘛，有啊！快些讲来。啊，殿下，夫人儿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有话讲来。自我投京以来，多蒙参谋照应，他最喜听我说事。今日讲上一个热闹的故事，请殿下允他进帐一起听听吧。小王最严此人，不能叫他进帐。啊，殿下，叫他进来吧。乳娘，你怎么也与他讲情？为了夫人儿啊！好，就叫他入帐。我必起哟，是帐是。参见殿下，闻得你最爱听诗，坐下听吧。多谢殿下。夫人儿，有什么热闹的故事啊？快讲来。待我讲上一段我国四郎之大破陆安州的故事，可好啊？不好！怎么不好？这本朝的事儿，算得上什么故事啊？不好！参谋不爱听，我就不讲了啊。嘿，是你听啊，还是我听啊？自然是殿下听啊。还是的，老实在那坐着，你少搭茬儿。是，夫人儿，讲。是，为了听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我这里有画图一轴，悬挂起来，照图演讲，可好啊？怎么还有画图？正是。好，与我悬挂起来。遵命。告辞。且慢，参谋哪里去？哪里去？回营料理军务。参谋一走，这时可就无有味道了啊！是啊，刚才不叫你听，你偷着听；现在叫你听，你又要走，你是存心开脚是怎么着？可不是么？告诉你，今儿个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，什么时候听完了，什么时候走。殿下，坐下。夫人儿，与我讲。殿下听他问。10年前刚过冬，郎之挂帅去征宋，陆安州市第一城，守军元荣，名路登。是哪个？就是此人。为何自问？只因我国四郎之攻破城池，他誓不归降，故而拔剑自刎。夫人儿，那旁有一妇人，悬梁之意，她是何人？那就是陆老夫人。她见丈夫已死，已尽节而亡。哎呀，真乃是忠臣皆服也。他们是大的好人。如此英雄，小王欲拜他一拜，可是的呀。殿下么？
正拜，正拜。要正多拜几拜拜。好，待小王一拜一兵之将老爷夫人，公主在哪里拜你？你要显灵啊！夫人儿，那旁还有一妇人怀抱婴孩，在那里啼哭，她是何人？哦，那就是陆府的日娘，怀抱未满3月的陆公子。他见老爷夫人死得可惨，故而在一旁啼哭。如此说来，那陆老先生还有好啊？有怎的无有？有道是忠良不绝后啊！此次战破之事被如何处置？他先被摔死。先被哪个摔死？先被哪个摔死？先被那个混账的东西摔死。可曾死？不曾死，到哪里去了？被我国四郎之抱回北国抚养。竟在我国抚养。此子今年多大年纪？这年纪嘛，15岁。15岁，与小王同等。坤人儿，此子他可有本领？若问此子的本领他能力敌万能人。他能力敌万能人。真是夫人儿，你是笑话了。怎见得？他既然能力敌万人，为何不与他父母报仇？不提报仇还则罢了，提起报仇叫人好恨呐！恨着何来？此子非但不与他父母报仇，反认仇人为父呢。夫人儿，此子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？他叫哎呦，他到底叫什么？他叫龙啊！放出！你受何人所使，将了真情便罢，如若不然，我就杀了你！哎呀，殿下呀！王将军之言，就是你全家被害的故事啊！闻
本当尽意思，只是你未满3月，尚在襁褓之中，为了抚养公子，老奴才苟活至今。如今你的冤情已泯，老奴死而无憾了。王相去，老太太，王相去。我将文龙交付于你，你将他带回南朝，交与元帅。老奴要追随老爷夫人去了。老爷夫人，老奴来了啊！爹娘，爹娘，爹娘。公子哪里去？陪我父仇。哎呀，公子啊！以你一人之力，焉能报了深仇？事到如今，只可联络岳元帅，方能战败金秋，与你父母报仇。哎呀，安公啊！那无知调来铁浮屠，今晚3更时分要炮轰宋营，若不灭却此责，宋军为矣。我也探得此信，公子设法将此消息传入宋营，告知岳元帅知道，里应外合，方能成功。好，就以安公臣那是今日明确冤仇恨。协力同心，灭金人。哎，娘。金身。
啊！